罗马书第7章，兄弟姊妹啊，你都是了解法律的人，一定會明白我所愛講嘅法律對人嘅約束，係在人行善嘅事真有效。比論來講，一個結婚嘅婦人家，假老公行善，佢就在法律嘅約束之下。做唔得離開老公，老公那個神，佢就唔是再受了法律嘅限制，所以老公行善嘅事，佢那同別嘅男人同居，就愛看佢做淫婦，那係假老公個神體系，在法律上佢就係一個自由人，那係同別嘅男人結婚也唔算犯姦淫，兄弟姊妹啊，你哋嘅情形也係一樣。就法律來講，你哋係已經死掉嘅人，因為你哋係基督身體嘅一部分，你哋兩下已經歸屬對死復活嘅主，本我哋做得好好為上帝工作。我哋行走肉體生活嘅事，無視嘅法律激起我哋嘅邪念，在我哋嘅機體中發作，結果就是死。總係對管轄我哋嘅法律來講，我哋係已經死掉嘅人，兩下法律已經無法度約束我哋咧，我哋侍奉上帝。係做聖靈嘅新指示，唔係在做法律條文嘅舊樣式。按樣，我哋做得講，法律本身係吹毛，當然做唔得。顛倒通過法律，我哋爭啲吹係馬嘅，那唔係法律講。做唔得貪心，我就唔知貪心係乜嘅，吹通過法律嘅命令，潛到機會，在我地背激起各種嘅貪念，無法律，吹就無效力。我本來生活在法律之外，後來法律嘅命令來到，吹就發生效力，結果我就在吹中死掉。法律嘅命令原來係愛本人得到生命嘅，總係對我來講，其反轉則帶來滅亡。因為吹通過法律嘅命令潛到機會，誘惑我，也通過法律嘅命令害死我。無視嘅法律本身係神聖嘅，法律嘅命令係神聖、公平、良善嘅。按樣講，係個良善嘅害死我嘛？當然唔係，係吹，總係吹係通過個良善嘅，真顯出言行，結果就帶來死。通過法律嘅命令，吹嘅惡質就越來越明顯。我哋知無視嘅法律係屬靈嘅，總係我係屬肉體嘅，已經賣本吹做奴隸。我所做嘅，我自家無明白，因為我所願意嘅，偏偏唔去行；我所鬧嘅，反轉去做。我那係做我唔願意做嘅事，我就係承認法律係錯嘅。既然咁樣，我所做嘅並唔係正經我做嘅，係在我地背嘅吹做嘅。我也知在我地背，就是在我肉體嘅地背無良善，因為我有行善嘅心，總係無行善嘅能力。我所願意嘅善，我偏偏唔行；我所唔願意嘅罪惡，我偏偏去做。既然我做我所唔願意嘅，就表示也唔係我做嘅。
是在我弟辈嘅嘴所做嘅。因为咁样，我发现有一个法则在作怪，在我爱行善嘅事，邪恶总是缠得我。我嘅内心是介意上帝嘅规则，总是我看出我嘅肢体本能爱一个法则控制的。呢法则同我内心所介意嘅规则交战，害我无办法脱离在我弟辈作怪嘅嘴嘅法则。我很艰苦哦，冇人能救我脱離，呢害死我嘅身體呢？感謝上帝，通過我哋嘅主耶穌基督，佢就能救我。我嘅情形係咁樣，我自家只能用心靈順從上帝嘅規則，總係我嘅肉體是降服罪嘅法則。